多谢议员，搁再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和各部会首长，今仔日到立法院来接受总质询。会前针对到这个全国性的酒测敢要暂停，也有大型的活动敢要停办，做伙来关心。酒驾零容忍，无论中央地方都不打折。我们虽然疫情紧急，我们还是一样对酒驾都会酒测，也希望不要来乱。院长，指挥中心说，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的话，会建议评估风险，但主办单位说这样无措施。就相关防疫需要，怎么样子避免感染，中央会定出相关的规范跟指引，各部会根据业管的业务，再做进一步的细则规划，然后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判断裁量，有疑虑就各该个案，中央也会做明确解释。院长，这个澳洲的音乐家啊，他是确诊进来，再确诊出去，这样机场的检疫是不是有漏洞？我们就这个案子当初的情况是怎么样？那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还有精进的空间？都会逐一盘点啊，随时都可以改进。好，谢谢。昨天有宴会有提到振兴抵用券的方向嘛？因为好像有中方团体希望可以在今年年假发放，而且提高金额，那您怎么看？抵用券最重要就是希望在疫情趋缓后，我们可以借由抵用券，让受冲击的各产业都能得到，因为民众出来消费，快速振兴的机会，同时也借这个疫情中间那受冲击、生意比较清淡的时候，政府借由抵用券等，一方面希望刺激消费，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商圈、市场等改善体质，更能振兴。